桃园体育艺术节内的活动当中，在八德区所做的练练百草舞，也个体育环境跳槽，是用老祖公开讲八德的故事，讲意思，讲200-300年来的发展和个变化，还有多位劝退工业发展过后，环境受到污染、受到破坏的情形，想让观众看呢会有反射。也出去有130位演员哦，其中有一半是50做戏各位菜体人，大帮菜体人的传说，为大家了解伊们自家家乡的故事。故事开始，让时间来转到200-300年前的八德。看你的样子，不像是住在这很久的客家人。是啊，我们刚从广东过来的。听说台湾一年四季如春，是个宝岛，所以我们才惜家带眷，坐船来台湾开垦定居啊。当时这边有萧里社的平埔族的人在这边跟汉人如何融合，如何变成兄弟，然后一起在这块土地打拼，然后开垦出这边非常有名的碧塘。萧兄啊，那如果我们挖几个大池呢？挖大池？对，挖大池来蓄水。这个主意好像不错，不错吧？啊，不过，万一挖了大池，但是没有下雨的话，该怎么办？下雨的事啊，只能请老天爷赏饭吃啦。八德跳高运动百草舞，係入家嘅屬區，夾夾票下嘅素材，環境劇場連連百草舞，常來主播30屆專業老唔係專業嘅人人，跳下來做八德嘅鼓。其實八德本來就有很強的在地的社造的能量，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大概才3個月左右，就聚集了大概有70個左右的素人演員。感謝八德大安社區原起舞的媽們，我們給他最熱烈的掌聲，謝謝他們。對要追人到70-80歲嘅阿伯公阿伯婆都有，雖然上個家姐機體匱乏嘅口腔也練當久，不過單單都係跳住擺做戲，實在係越跳越緊張。冇做過戲。做了戲，係啊，咁好搞。伊快樂。難哦，其實較辛苦哦。用嚟講。做愛訓練啊，愛安尼，要通用講一句嘛，起棚等3分鐘。睇下10年功夫，冇想到我知道按落了，我還有這個機會讓我演出啦，東翻譯。之前都是幫他們數拍子，數拍子的時候，他們就會很安心嘛，因為你就跟着拍子走。可是當放音樂的時候，他們突然慌了，因為發生這個狀況，當天結束猛練。就是1、2、3就上去，而且放開了，好，可以嗎？再一次來。要放開還是要1、2、3？皮塘大概都是以圆的意象為主，所以就設計以圆為主。然後那個後續的一些動作，我就設計要去調整他們的動作的美感跟力量。用杆拆出每個老舞台戲，為下可以來唔會觸動奇怪，舞台也係貼貼牆藝術家用陶染出色嘅逐個來設計嘅。我們藝術家在那邊製作總共1個多月，來製作這些象徵這一個族群融合的這一個種子燈籠，然後象徵白雲的雲朵燈籠。喺天下表演會受到天時嘅影響，天才會去克服。但幫觀眾來看戲，也希望大家會對好些愛呢個環境。工業化之後，其實我們的水源、我們的埤塘也逐漸的被污染，我們的土地也被污染了。所以就造成了所謂的魚蝦中毒，然後金屬中毒，也影響到劇中的精靈。
公也唔怕講，協助做實問題也唔會太難解決，只講了係世界塊頭，帶領大家去面向呢啲環境嘅問題。下定專業劇場人生就快啲，提供好運用班老了掉產生嘅好質素小下去，也係談問題。當我們藝術深耕到地區了，那但是計劃案結束了，是不是就收攤就走了？那很淺顯都是這樣子。那公部門對這樣的活動，是不是能夠延續有階段性的去引導社區發展，那讓專家或是藝術團體進駐，然後延續看它不同的面貌。乜嘅都強調，唔係一擺出做到好，提供好大家做嘅協調，除了佢做到很多方面很難專業，係講要看到很多衝然，係用藝術落去劇落來，所產生嘅能量，提出會比 any 想解很難睇，很難做做。